Hello，我哋今日咧講下光編碼 Light Code。乜嘢係光編碼呢？用好簡單嘅字去解釋嘅話咧，光編碼就係嚟自宇宙嘅量子信息。咁要嚟做乜嘢㗎？點解我哋需要認識佢呢？因為光編碼非常之有用，可以幫我哋咧係療癒自己。嗱，呢一種嘅量子信息咧，可以話係打開我哋嘅身體入邊啦，一路瞓緊覺咗好多年嘅基因，亦都有個名叫做以太基因 （Etheric DNA）， 亦都即係話科學家咧成日講嘅垃圾 DNA、Junk DNA。嗱，點解話佢垃圾啊？只不過咧係因為喺呢一個實體嘅世界咧，我哋嘅儀器仲未可以 detect 到啦呢啲存在喺實體世界呢一個空間以外嘅一啲基因。咁點解我哋要叫醒呢一啲瞓緊覺嘅 DNA 呢？因為若果我哋嘅 DNA 更加打開嘅話咧，個人嘅意識亦都會擴張啦，自己擁有嘅天賦才華咧，亦都會更加容易啲發揮。我哋都可以慢慢記翻起咧靈魂真正嘅本質啦，我哋嘅靈魂藍圖。而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深層嘅療癒過程，係俾準備好嘅靈魂而設嘅。嗱，何謂準備好嘅靈魂啊？意思即係話咧，當一個人嘅靈性成長演進到去某一個 timing 嘅時候，去到一個適當嘅時機，就為之咧準備好嘅靈魂。相信你有聽過啦，而家地球係揚升緊升緊呢啦。咁而呢一個實際空間同其他嘅二次元其他嘅維度嘅屏障咧，亦都越嚟越薄啦。咁亦都因為咁啦，光編碼咧亦都更加容易係 download 到俾我哋人類，咁令到咧更加多人可以覺醒啦，同埋療癒嘅。而喺一個光編碼嘅能量療程入邊咧，療癒師好似我咁咧，就會製造一個高頻率嘅空間。咁我就好似一條天線啦，幫手咧就係 download 嗰啲嘅光編碼。然後咧，為咗去確保呢一啲嘅 download 咧係純潔同埋天然啦，佢係唔會經過我嘅身體磁場。我嘅工作咧，只不過係引導，係會直接咧從宇宙啦，或者咧係由接受療癒嘅人啦，佢嘅高我啦，佢嘅阿卡西記錄嗰度咧，直接係下載俾對方係接收嘅。咁接收光編碼會有咩感覺嘅咧？會唔會係天旋地轉嘅咧？一定唔會，因為咧你嘅高我咧會為你最佳利益，會錫住你。但好多時咧，每個人嗰個反應啊、體質都唔同，可能係吉吉刺刺啦，又或者係磁場嘅感覺㗎。唔同嘅光編碼咧，會有佢嘅頻率啦，有各自嘅作用啦，亦都有佢嘅智能喺度㗎，會識得咧 download 到去適當嘅身體嘅地方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光編碼嘅詳情，好歡迎去到我嘅網站 check 下。www.comethealing.com